準備。 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外邊有宇宙之光、領創動力最出龍澤飛驅，咁啊但係中間一對粉紅衫嘅馬走埋上去，劍無情啦、12號粉紅衫貝貝龍啦、內蘭龍佑生啦、紫色眼罩呢，咁啊藍衫一隻就常常感恩啊，跟住啲群馬後邊啊，內蘭啊無極勇將啊，後邊啊尾四啊都有少少難操控噶啦，咁啊就係嗰隻魔法速遞啊，咁啊紅帽大約尾四外邊嘅，睇下依家有冇好啲啦，內蘭位置仲有隻不假外求啊，後邊兩匹馬小神仙埋邊黃衫戴面箍咧就金得意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劍無情嚟嘅，宇宙之光就第2位啊，第3位有貝貝龍內蘭，第4灰馬就龍佑生啊，俾人頂咗喺出邊喎。龍澤飛驅咧就跟住個第5啊，中間第6位紫色眼罩常常感恩內蘭，第7仲有無極勇將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領創動力尾4係不假外求啊，以後好翻啲啦。紅帽響尾3咧就係魔法速遞啊，後邊兩匹馬金得意。 藍衫係小神仙嚟嘅，好啦，過咗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都仲係劍無情啊，宇宙之光跟住佢，龍澤飛驅外邊要上啦，埋邊第4位有龍佑生，中間第5貝貝龍啊，攞出去外邊63係領創動力啊，咁啊見到常常感恩，亦都拱埋咧最出藍眼罩就係魔法速遞出去啊，響入邊搏位咧就無極勇將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路程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就龍澤飛驅嚟嘅，緊隨其後響入邊捐上嚟有無極勇將啊，外邊追嘅馬就係魔法速遞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無極勇將一截落去就有啦，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啊，3個馬位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魔法速遞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龍佑生啊上咗嚟就拍住外邊有啲力弱嘅龍澤飛驅就需要影相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無極勇將咁當然前中段貼欄慳咗好多位，咁啊亦都過往跑谷草係試過近，咁啊結果拋得贏啦，魔法速遞跑翻去第2啊，第3名以為係龍澤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算係幾齊集雙嘅，稍為快啲嘅馬，紫色眼罩碎炸嚟嘅，黑衫後無來者啊，外邊見策群英，見你哋唔走，走上去啦。內欄第4位北海道，中間第5黃衫有色光輝，第6位橙衫係專登啊，後邊個6匹馬啦，有呢隻就大太陽啦，黃黑格仔衫，外邊尾5啊係大力猴王啊，尾4啊街福區，後邊3匹馬盈利寶馬本領非凡啊，暫時電流縮住嚟跑啦，橙衫係爭金奪冠嚟㗎，好啦。 咁啊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咯，前面放嘅馬匹咧就係建策群英啊，咁啊貼欄放到添啊，跟住響第2位就後無來者啊，內欄第3粉紅衫北海道啊，第4位外邊有碎炸，第5位內欄橙魔專登，第6位咧就有色光輝，後邊嘅6匹馬大太陽、黃黑格仔衫尾5係大力猴王啊，後邊4匹盈利寶馬街福區，尾二外邊係本領非凡啊，橙衫內欄暫時殿後係爭金奪冠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尾。 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馬呢就係呢隻建策群英啊，碎炸呢就走咗上去啦。內欄第3北海道，第4位後無來者，內欄第5專登，第6位黃衫黃帽有色光輝，第7黃黑格仔衫大力猴王啊。後啲嘅馬啦，街福區啦，攞出去外邊嘅話有1隊，分別係本領非凡大外檔呢就係呢隻爭金奪冠啊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建策群英拋嚟啲個幾馬位㗎啦，見到中間位置係北海道追佢啊，後邊嘅馬中檔位置有街福區啦，咁啊碎炸啦，大外檔爭金奪冠上嚟嘅勢都相當好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街福區咧已經係上咗嚟，出邊有爭金奪冠追，入邊呢建策群英贏馬嗰筆係街福區啊，跑第2名要影喎，外邊爭金奪冠過唔過到埋邊建策群英呢？要影相，第4名係北海道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街福區都係突如其來咁樣呢，一贏就已經掟到甩晒啦，沿住個包尾大外檔追上。 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埋邊呢武林寶典快閘嘅，外邊黃衫千杯啊，第3位運來勇士，第4位外邊係佳運發啦，淺藍衫㗎。最出灰馬就當家精彩，內欄呢仲有隻駿馬之寶呢就淺藍帽嘅，中檔第7啫喎，良區好友就藍衫紅帽啊，後邊5匹馬啦，馬主精英妙玲瓏啊，尾3橙色眼罩電信驕陽，尾二橙衫係爭王啊，暫時殿後勁下王嚟㗎。過咗對面直路中段啦，前面放馬就係千杯嚟嘅，響出邊係佳運發啦，武林寶典守住第3。
啊，落後個零身位咧，仲見到運來勇士啦，內欄第5，仲有呢隻駿馬之寶啦，當家精彩外邊第6啊，第7位仲有良區好友藍衫紅帽嘅，後啲嘅馬妙玲路馬珠精英啊，咁啊尾3呢就電信驕陽，尾二橙衫啊爭王啊，響後邊仲係勁蝦王嚟㗎。好啦，入彎啦，千杯就係佔先嘅，見到武林寶典側吹，二搭開始追佢啦，跟住佢後邊呢，駿馬之寶咧都揾到位咯，外邊當家精彩追啦，出邊良區好友啦，大外檔做一隻爭王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武林寶典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外邊駿馬之寶咧上嚟挑戰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進佔第3，仲有良區好友當家精彩，贏馬嗰筆埋邊武林寶典一路頂到啊，外邊駿馬之寶都跑啱晒，追足成條直路，似乎過佢唔到啊。咁啊，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外邊良區好友就藍衫，入邊63當家精彩呢，亦都係比較接近㗎。贏馬嗰匹係咪武林寶典呢？係啊。變翻7咯喎！好，呢一開閘起眼光應聲彈出啊，帶埋邊皇帝英雄3幾步放咗出嚟啦。中間黃衫有明天更好，藍眼罩黑衫呢仲有有得型啊！最出呢走上去就係快右醒嚟㗎。咁啊，大約跟住個第5位到啦，紫色衫呢就係志合拍，內欄第6啊，啡色衫就起眼光，第7位橙帽就雷神太保啊，響外邊啊新力超升啊，後邊嘅4匹馬開運王重升啦，尾二就有運行啦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係運來5寶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啊，接近600啦，前面放嘅馬就快右醒啊，外邊呢咁啊走咗上去就明天更好啊，守住內欄第3就有得贏啦，皇帝英雄第4啦，內欄第5嘅馬呢仲係起眼光，紫色衫第6位，外邊啊志合拍啊，橙帽第7啦就雷神太保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呢仲有新力超升，後邊4匹馬開運王重升有運行包咗落尾，淨係運來5寶嚟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明天更好呢，黃衫啊走咗出嚟先㗎啦，外邊皇帝英雄追緊佢啊，出邊呢仲有志合拍啊，雷神太保中間賺唔賺到位呢？入邊呢仲有隻有得贏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皇帝英雄佔先半個身位，雷神太保打開咗追緊佢，出邊用個節志合拍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，埋邊係皇帝英雄，但係終點線嗰步呢，入咗落去呢，就雷神太保喎，要影相嘅。出邊仲有隻志合拍啊！咁啊，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咁啊埋邊嗰隻有得贏有啲力弱咯，中間追上嚟起眼光，外邊呢仲有隻開運王啊！睇睇終點嘅線位。場賽事4班1650大熱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閘嗰隻呢就長勝將軍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埋邊啊龍船快啦，中間有旋風傳奇啊，出邊啊共同輝煌啦，中間綠衫仲有青春力量，外邊粉紅衫就君志成啊，好多層嘅馬啦，馬林裏邊啊黑衫黑帽呢，咁啊仲有勁進勇士啊，後多層仲有榮耀聖甲啊，尾4到啦，黃帽就仗義啦，尾3藍衫藍帽中檔位置呢，仲有呢隻卓越旋風啊，內欄紅衫尾二呢就長勝將軍啊，殿後個馬匹係呢隻耀昌盛世嚟㗎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對面直路頭咯，前面龍船快就放頭嘅，跟住響第2位啊，外邊就共同輝煌啊，守住內欄第3啦就凡凡有餘啊，外邊君志成走咗上去啊，第5位青春力量，外邊第6位呢仲有旋風傳奇啊，內欄榮耀聖甲啊，咁啊中間黑衫黑帽就勁進勇士啊，後邊4匹馬仗義啦，仗義啦，咁啊卓越旋風就藍帽尾3啦，尾紅衫就長勝將軍，咁啊耀昌盛世呢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君志成啊湧咗上嚟喎，內欄第2位呢仲有龍船快啊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凡凡有餘第3啊，共同輝煌第4，第5位嘅馬啦，外邊呢咁啊有旋風傳奇啦，內欄嗰邊呢就榮耀聖甲，中間青春力量啊，頂大外檔啦，咁啊見到有呢隻就仗義啊，最出仲有隻係卓越旋風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龍船快鬥緊君志成嘅時候啊，凡凡有餘率先上嚟啊，再見到埋邊長勝將軍追緊啦，出邊追緊上嚟嘅馬呢，仲有隻勁進勇士、青春力量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凡凡有餘啊，咁啊埋邊追上嚟，長勝將軍跑第2啊，榮耀聖甲第3、第4名都要影喎，咁啊分別有龍船快啦，同埋勁進勇士啊，相當接近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凡凡有餘，咁啊爭情之下呢，咁啊結果贏馬長勝將軍第2，榮耀聖甲第3，係咪勁進勇士機會大？準備
好啦，一起步飛龍在天應聲彈出啦。咁啊，第二位外邊飛輪霸，咁啊再見到中間枕頭之星啦。咁啊，花香月明黑白斜間衫外邊嗰匹啊，內欄第五呢仲係宜昌精神啊。第6位埋到嚟喎，紅愛射嚟㗎。再後邊嘅馬啦，外邊係傳承效應啦。尾5內欄有飛馬更威啊。尾4紅衫啊小王爺，咁啊再外邊尾3線路達飛，尾2慣性金穗啊。暫時殿後年年好運嚟㗎。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就飛龍在天啊，飛輪霸就響第2位㗎啦。第3位枕頭之星內欄第4係宜昌精神啊，花香月明第5啦。第6位仲有呢隻紅愛射啦。後邊嗰6匹馬啦，有傳承效應飛馬更威線路達飛啊。尾3紅衫係小王爺啊。後邊一隊埋邊慣性金穗，外邊呢就年年好運嚟㗎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飛龍在天仲係佔先鬥緊外邊啊飛輪霸，咁啊埋邊宜昌精神揾緊位，外邊呢仲係枕頭之星，中檔位置追嘅馬呢仲有隻紅愛射，出邊係傳承效應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飛龍在天走甩咗個零身位啊，見到外邊紅愛射就追緊，中間仲有飛輪霸，第4位入邊仲有宜昌精神，接近終點飛龍在天到唔到呢？咁啊結果飛龍在天似乎到啦，外邊紅愛射似乎得一隻馬咁樣追上嚟咋，跑第3名飛輪霸，咁啊第4名埋邊就宜昌精神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都嚟晒一啲主動型跟前跑法嘅馬，飛龍在天結果擺咗喺前面放到啦，紅愛射最好路程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少少馬咧，見到內欄位置加州動員都快嘅喎。中間啦有電信巴打啦，響外邊啊，咁啊就係呢隻遊龍串鳳啊。最出紅眼罩橙衫就喜蓮勇敢嚟嘅，但係要跟住個第5位啦。咁啊紅眼罩白衫超比啊，中間第6咧紅衫黃帽呢隻銀進啊，內欄尾4黃衫當年情，後邊3匹馬安裕響尾3啊，再後邊嗰2匹馬啦，勁速威龍啦，淺藍衫平凡騎士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咯，前面就電信巴打放咗出嚟跑嘅，響佢外邊係喜蓮勇敢嚟㗎，守住內欄第3隻加州動員啊，第4位遊龍串鳳啊，內欄第5呢，仲見到有呢隻當年情啦，超比得佢走3踏啫喎，響外邊啊白衫紅眼罩嗰匹啊，尾4係銀進，尾3係安裕啊，後邊2匹馬粉紅眼罩呢就有勁速威龍要拱出去啦，咁啊平凡騎士俾佢少少就帶咗出去外邊啦，咁啊暫時2匹馬殿後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都仲係電信巴打嘅。喜蓮勇敢啊，響佢外邊啦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埋邊啊加州動員藍衫出邊呢，仲係遊龍串鳳啊，後多層啦，內欄黃衫當年情啦，中檔位置銀進啦，響外邊呢，仲係超比都係望空緊嘅，後邊3匹馬啦，安裕要攞出去啦，勁速威龍呢，尾2係粉紅眼罩嘅，包咗落尾嘅馬呢，淺藍衫平凡騎士呢匹大熱門馬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就喜蓮勇敢呢，走甩咗1個馬位咯，見到中間加州動員越逼越緊啊，外邊呢，仲係遊龍串鳳啊。入邊追上嚟有勁速威龍啦，出邊有2隻銀進，大外檔係安裕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勁速威龍響中道上嚟嘅勢都相當勁啊，中間拍住加州動員鬥緊，咁啊接近終點啦，第1名呢，勁速威龍，似乎終點前將埋邊加州動員趕過咗，外邊追上嚟係安裕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勁速威龍都休息一段好長嘅時間，一出嚟跑就贏得啦，埋邊加州動員就藍衫，出邊安裕呢，好後。是係6。好，你起步啊！咁啊，幸運星球應聲彈出啦，外邊千杯競典跟佢走噶啦，守住第3位噶嘛，外邊啊快靚王內欄第4啊，粉紅眼罩安康萬里啊，中檔第5仲有富國兄弟，出邊黑衫第6位係超力量啊，內欄第7啊赤壁啦，何好運大約響個尾5紫色衫嘅，後邊4匹馬紅眼罩尾4非凡達啦，尾3啊張鋭啦，後邊一隊分別係粉紅衫嘅平天紅啦，藍帽暫時殿後係風雲武士嚟㗎，咁啊去到對面直路尾咁滯啦，幸運星球一馬當先就飛啦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呢就千杯競典啊，守住內欄第3安康萬里啊，快靚王第4內欄第5赤壁啊，外邊第6黑衫有超力量啊，中間第7紅衫紅帽富國兄弟啊，後邊嗰5匹馬何好運張鋭非凡達紅眼罩尾3尾2呢就風雲武士包咗落尾平天紅嚟㗎，好啦正最直路啦，前面幸運星球佔先少少，安康萬里率先上嚟過佢啦，中檔位置追嘅馬有千杯競典啦，中間位置仲見到有快靚王啦，外邊呢就風雲武士，入邊係赤壁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安康萬里走嚟咗大約1個身位，外邊風雲武士一路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安康萬里到先。
跑第2名外邊追上嚟嘅馬係風雲武士啊，第3名埋邊放頭嗰隻幸運星球，第4名就要影相啦，分別有赤壁啦，中間紅衫富國兄弟啦，外邊仲有隻快靚王。結果今場賽事安康萬里轉啲配備呢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影益線2檔啊慢啲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咁啊，埋邊奔放啦，中間得意佳作啊，外邊粉紅眼罩，智勇名區走上去，帶埋港林福將喺一齊入嚟噶啦，咁啊守住內欄第5度啦，咁啊仲有嗰隻魅力之遙嚟噶，第6位中間黃帽嗰匹咧就升價啦，響入邊藍白環間衫紅帽咧就係包裝創新啊，後邊嗰5匹馬龍紋邊影響尾5啊，埋邊尾4係影益線啦，尾3浪漫老窩啊，殿後一對嘅馬就三江飛輪拍住外邊呢就春風萬里嚟噶，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啊，前面放馬就奔放啦，咁啊外邊位置智勇名區啊第2位啊，內欄第3係魅力之遙啊，港林福將外邊第4，中間第5得意佳作啊，內欄第6啦，有呢隻包裝創新啦，黃帽第7位係升價，後邊嗰5匹馬影益線龍紋邊影響尾4啊，後邊嗰3匹馬分別係浪漫老窩啦、三江飛輪啦，暫時殿後係春風萬里嚟嘅，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奔放仲係貼欄佔先㗎，智勇名區呢就2搭嘅第2位啊，後邊嘅第3位，外邊有港林福將啦，埋邊第4魅力之遙啊，啡色衫，中間第5係得意佳作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包裝創新係入邊啦，出邊黃帽就升價啦，再後邊嘅馬龍紋邊影啦，尾4內欄紫色衫影益線啊，後邊嗰3匹啦，浪漫老窩三江飛輪啊，春風萬里呢就暫時包尾啊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奔放仲係佔先嘅，智勇名區響第2位啊，埋邊魅力之遙就開始上嚟啦，入邊包裝創新等緊位，中外檔追嘅馬有龍紋邊影啦，升價啦，大外檔仲有隻浪漫老窩啊，最後100零米奔放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升價3駒箭步上嚟，出邊位置仲有龍紋邊影，入邊偷位上嚟就影益線，接近終點，中間係升價，出邊係龍紋邊影，噏上噏落，睇下邊個導先啊！第3名係影益線，第4名埋邊係奔放啊，升價就一路佔先嘅，外邊粉紅帽就係龍紋邊影逐步追上嚟，兩匹馬相當接近，要影相。好接近啊！咁睇下半頓有冇機會